为着要改善空气品质，云林县府针对电厂管制空污的制作，大数卖料的气电厂是已经有一个乡土团机组伫咧去年底停止运转，其他2个机组嘛按算伫咧今年甲关起来，预估一档会当减少10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。有部分的民众是希望县府卖当来管制其他厂区，减少空污产生。 大数卖料气电厂有3组小土团机组，去年底有1组已经停止运转，也其他2组按算伫今年9月，也个年尾来停放。等到3机组总除役，一档大约会当减少10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，来改善空气污染。整个麦寮电厂，它在除役的过程当中，一部机组就接近减少了大概300万吨的一个 CO2 的排放。好，那3部机组的话呢，就这样。 将近1000吨的一个1000万吨的一个 CO2 排放，我想这个对整个环境都是有利的哈。云林县环保局表示讲，为了改善云林的空气品质，县府针对电厂污染进行管制，这个推动能源转型。未了电厂要改烧天然气，也天然气接收站的工程环评嘛，伫咧2022年通过，接收站的规划设计嘛已经完成。天然气接收站在2022年就已经通过环评的部分哦。 那一直还没有开发，就是因为整个台湾的一个电力的一个调度的一个政策。好，那我想这一步我们还是希望说，中央这边紧速，那完成这个电力业的规划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才可以把麦寮电厂这部分哈，可以转型成天然气哈。台塑六轻整厂的用电的使用配比跟使用方式。 我觉得都要做全体的考量，才能够真正的改善整个中部地区的空气品质。当地环保团体表示讲，卖电3机组年尾停放地方真期待，嘛希望6轻会当伫其他厂区搁再减少污染。也环保局讲，3组小土团机组停放了后，爱先拆除，再改做天然气机组，接收站的工期大约爱4、5天，可能爱等到2030年才会来供电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